各位乡亲、时大、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伫最后所过啊上天以后，大概约伫即个有100年的时间，即个初代教会信徒，伊拢真正真渴慕着最后所基督会当较紧搁再来，毋知偌好咧。因为迄个时阵的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，所以有真侪个信徒咱来顺道，因较无最后所基督赶紧搁再来，会当用着即个公道、公平、公义，来为着因来发声，来减少因即个受苦的日子。那么今仔日，当咱伫听候主耶稣基督搁再来的即个期间，咱犹原会面对着即个罪恶、试探、无公平的即个审判，以及各种的即个苦难。有的人认为讲啊，拢已经过去2000多年咯，最后说犹原无来呢，所以就黑白传言讲啊，最后说袂过来啊啦，所以大家就放松落来。伫最后说过来以前，即个不团的代志会哪来哪做？因为哪接近这个末世，就哪接近上帝的审判，所以这个魔鬼撒旦知影因家己的日子无多，因就真醒讲。所以启示录甲咱讲，兄弟赢过伊，是因着羊羔的血，佮家己所见证的道，因虽讲记到死，也无疼惜性命。所以保罗提醒咱并毋是伫甲即个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甲遐个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即个幽暗的即个世界，以及空中属灵气的即个恶魔伫征战。所以咱爱好好去听读上帝所赐咱即个高洁的手册。一本高洁的手册就是圣经。透过圣经的预言，最后所已经赐了各种的这个德性的这个策略，互咱伫这个困难的日子内面，会赢过这个世界的这个信心，去抵挡对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阁会当徛会牢。所以伫这个高度关怀末世这个时代内面，咱对基督的搁再来，必须有这个正确的认捌。这个是着圣经有300外个所在，这个圣经节，摕着主要所搁再来，咱通家浓缩做5个这个基本的问题。因为时间的问题，咱就今仔日先来谈头前这个3个问题。头一个问题，主要所要用着什么款的身份搁再来？是多正肉身以前上帝囝儿呢？还是多正肉身的人子呢？这头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伊要当上时降临伫全世界上，还是只有降临伫这个世界某一个所在尔点呢？第三个问题，第二摆降临是毋是甲第一摆降临同款？或者是完全无同款呢？所以咱先来思想这3个问题。当有一台这个火车吼，也是一台飞机，载着咱所听的人，啊，就亲像讲，即回欧汉这难民呐，
来离开这个阿富汗。有甚物人袂去继续去注意到因，最后带因较什么所在呢？如果咱确信这个人会阁看到这个人，或者是确信这个人会阁倒转来时，咱可能就无遐尼注意去看因这个人。这个是主要所叫做上天的时所发生伫学生身躯顶的这个代志，伫最后所消失了真久。学生依然继续仰头、抬头伫看天顶，最后因所看到耶稣无去的所在。直到有2个这个天使过来安慰着因，因的注意力就倒转来伫这个地面上。这2个天使这个学生来保证耶稣会搁再来。有一日，也倒转来这个地面上，这里就是救耶稣。所以当天使宣告伊会搁倒转来这个地面上，天使所用的就是耶稣伫人类的这个名字就是主耶稣。有一日，伊会阁倒来地面上，这个主耶稣，就是迄个过去捌邀请学生来蒙伊的这个主耶稣，也是伫学生的面前伫食这个烘鱼仔的这个主耶稣，总是有形体的主耶稣，一摆就会当出现伫地面上一个某一个所在尔定。即便就是有这荣耀国外的身躯，主要说将来嘛，毋捌讲一摆出现伫2个所在。所以当伊倒转去地面上的时，伊只会通来到一个地理的位置。那么，请问这个地理位置是伫倒位啊？无人知。但是主要说已经应允学生，永远要甲因同在。伫到这个世界末日，就是成了这个大使命。如果主要说是带着肉体倒转来地面上，那么主要说的搁再来，也必须发生伫某一个所在。耶稣的灵是无所不在的，总是呢，伊的身躯必须伫某一个所在出现才对。主要说的身躯，甲咱的身躯同款，必须出现伫这个地面上表面的一个某一个所在。所以主要说的学生，必须爱对全世界各所在的组织做伙去迎接主要说会搁再来。那么主要说要出现伫倒位呢？伊的子民要组织伫什么所在来迎接伊呢？全世界逐个城市拢咧争取要来主办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。敢有一个城市有这个阳光？要来迎接这个万王的王嘛？上帝选择一个无可能的这个都市，就是耶路撒冷，这做伊的首都。如果上帝若无拣选耶路撒冷这个都市，到今仔日也是一个无什么名的这个都市，就是伫今仔日，依然有真侪国家无愿意要承认伊。当然。嘛，无人愿意要伫这个所在设立这个大使馆，所以耶路撒冷甲其他的城市，伊比其他的城市较经过较济这个冲突甲苦难的。那么最后说就是对这个城市耶路撒冷离开的，都等于天顶的厝。那么将来伊也要对天顶，搁倒转来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。那么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位置，真正有国际性这个战略的这个价值。伊的位置伫这个世界陆地中心点，三大陆的交接点，欧洲、非洲甲亚洲这三个大陆的交接点、交接点。所以呢，军队最后所有人上界理想的追求出来就是这个所在。咱要明白主要所会过来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摕主要所叫做搁再来，甲伊上天来做一个比较。那么，大先呢，将主要所会搁再来，甲伊的上天来做比较，就是天使。使徒行传第1章11节讲：加利利人啊，恁为什么徛伫天呢？
这个离开恁，被接上天的主耶稣，恁看伊怎样往天顶去，伊还阁要安尼来。所以将主耶稣上天的这个情形，甲伊倒顶变过来，甲伊倒带倒转来，这就是伊阁再来的这个情形咯。哦，像咱你看电视的时，将这个影片看倒转过来，就是主耶稣要阁再来的这个情形。主耶稣第一摆的降临，甲第二摆的降临有真明显的对比。主耶稣第一摆的降临是用着这个马槽内的这个婴儿，显现互几个少数的人看尔定。就是主耶稣第二摆的降临，无过再是一个软只的婴儿咯，乃是一个成熟、这个成熟的人。伊无过再是一个软只，乃是充满了大权能。伊无过再是谦卑，乃是充满着荣耀。伊无过再是温柔顺服，乃是充满着这个威严。主耶稣将要用着伊真实的这个身躯再来，所以主耶稣就要搁再来。每一个人拢知影伊是一罪，伊是甚物人？伊要用着这个圣义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间，伊要来拯救伊的百姓。那么伫顶一摆，这个世界看到伊被定伫这个十字架顶，现在这个世界要看到最后说伊头顶的这个冠冕，最后这个万脚头拢要跪落来跪拜伊，万喙拢要称伊做王。就是最后说，什么时阵要过来？什么时阵要来？咱就要搁等偌久呢？无人知影。但除了上帝家己以外，无人知影这个答案。所以当最后说伫这个世界的时，甚至伊家己嘛承认，伊毋知影天父行事历顶面的这个日期啊，拢毋知影，耶稣嘛毋知影。所以除了强调咱毋知影主耶稣要搁再来这个日期，这个圣经在以外，有袂少圣经的描写，主耶稣搁再来，那就是夜间的这个贼，半暝的贼，是出伫人意料之外，无人会注意的时阵来出现的。所以伫对这个成功会当撞入去的秘诀，就是出伫无主的时阵。所以这个暗示着主耶稣要搁再来，是无任何事先的这个经过，甚至也无任何这个卡石来指出已经接近了，无。所以伫圣经在内面，主耶稣爱学生勇敢面对这个混乱的情况，伊甲学生讲淡薄仔，明明通看于这个调头，做是这个的回答，毋是爱学生因开时间去追找这个正确对迄个某一个调头，乃是爱因安然面对人主的降临，带着这份的这个平安，望上帝确实会来救赎伊的子民，通互因伫艰难的时代犹原保持信心，尽忠伫因家己的本分顶悬。所以，对当时基督徒来讲，因所关心的就是主耶稣伫什么时阵要搁再来，主耶稣会用什么款的方式搁再来。总是呢，主耶稣回应因的这个焦点，并毋是讲什么时阵要来，乃是学生应该做的代志。所以主耶稣讲到这个灾祸，毋是要互军队伊的人来惊吓，乃是伫提醒人无受这个迷惑，要确信家己是上帝的子民，要接受袂通改变的这个代志。亲像主耶稣伫听候无理解的这个代志一样，所以相信上帝掌管一切，包括过去、现在、甲未来。上帝拯救所有人类的这个历史，拄拄是上帝这个恩典，伊互一切隆重更新，
所以这段圣经就提醒咱，唔通袂记你过去，唔通惊吓面对过去，搁较唔通忽略上帝这个能力，爱对上帝所做的代志，以及伊将来要做的代志有信心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上帝的审判，上时嘛是代表着拯救呢。最后所鼓励学生继续的觉醒，备办好势，做一个聪明的人，也就是尽忠伫被这个委派这个工作的顶端。咱人吼，总是真好奇将来的代志，对于未知的代志常常袂清楚，并无需要去了解。所以未知的这个问题，最后所也无要期待着咱爱去知影每一项代志。在事实上，要知影每一项代志也是无可能的啦。特别上帝所记的所有代志，连最后所记到嘛无完全知影呢。所以有时阵对确定的代无确定的代志的这个确信，拄拄是信心的这个展现。就是这并不是讲鼓励咱就要去选择这个目的。乃是鼓励着咱爱去追求，已经知影，已经学习这个去做去捌的这个能力，去辨识的这个能力。最后说也无期待咱去做每一个代志，所以最后说伊期待咱会当做好一寡代志。最后说嘛，鼓励咱爱继续觉醒，每一天。拢着爱备办好势，面对着家己的内心，按照家己的身份的这个理解，最应该做的代志。所以无论去遇到什么款的困难，咱唔通受威胁，咱唔通去追找这个简单的答案，乃是爱觉醒、谨慎追求这个分别的这个能力，活出信仰。信心所托，实践这个使命，服侍咱身躯所处的这个群体。基督教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这个宗教，伊是开始伫人子来到地面上，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天父改变着主要所基督伊的地址，原本伊是对天顶的爸，今仔日伊所踮的所在是。倒转来伫咱的人间的中间，伫这个启示录2章的第3节，讲我听见有大声音对宝座出来，讲看上帝的帐幕伫人间，伊要甲人同踮，要做伊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甲因同在，做因的上帝。所以事实上，咱每一个人，除了咱毋知影家己。唔知影最后说，什么时阵要搁再来，无人知影。那么对咱家己的活命，伫这个世间的生命，会当活偌久，嘛无法度通了解。所以呢，假设咱会当将每一日当作是主要所要搁再来的最后一日，还是家己当作讲，咱家己活伫这个世间的最后一天，那么相信咱自然会谨慎来生活。并且会更较珍惜爱护咱家己的厝内的人，以及咱的朋友，甲咱四周围这人，相时嘛会真会晓去愿意去赦免捌得罪咱的人，就是天父上帝赦免咱一样。阿免。就咱后头当心三角的祈祷，亲阿爸天父上帝。我满心的感谢你，今日我对《圣经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7节到11节做来思想，当最后所搁再来的时，伫这个今仔日信息中间，互咱知影，最后所咧鼓励咱，就要继续觉醒，每一日拢毋该备办好。来面对家己的内心，按照家己对家己的身份的理解，做应该去做的代志。无论去遇到什么款的这个困难，拢毋通去受到威胁。
也毋通去追找简单的答案尔定，咱是着爱谨慎去追求分别的这个能力，活出信仰，忠心伫所托的去实践这个使命，服侍咱身躯边的这个群体中间。但基督教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这个宗教，伊是对开始伫人子来地面上了后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天父上帝改变了伊的主旨，后面最后所是咱天顶的爸，就是今仔日伊所踮的所在，要牵线靠在咱人间。但实际上，咱每一个人了毋知影最后所当时要搁再来，对着咱家己的伫即个世界的活命，会通搁活偌久，也无法度来确实的了解。所以，这使咱会通将每一日当作是最后所要搁再来的最后一天，就是当作家己是活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最后一天。那么，相信咱自然会搁较谨慎来生活，而且会当搁较珍惜去疼惜家己厝内的人，以及朋友，以及四周围的人。像是咱嘛会真愿意去赦免得罪咱的人，就像天父上帝赦免咱一样。咱当心的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。阿们。但这条罗牧师要甲恁祝祷哦，愿天父上帝的慈爱甲怜悯，最后所记的恩典，圣神不会所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兄弟同在，伫到记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们。亲爱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，今日是网络的礼拜，到这就告一段落。咱嘛后回共一个时间，伫空中三角的见面。愿天父上帝保护恁，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